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关税，聊一聊这个贸易战。这个特朗普上任还不到100天呢，80多天就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先是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对吧？这个俄乌战争来了180度大转弯。正在大家这个震惊之余特朗普又发动了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向100多个国家进行对等关税，再次让这个世界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特朗普这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让大家领略当下最确定的事情就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我们作为韭菜我们更多的关注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对我们韭菜的影响。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是前天发表的，介绍的是关税战下的华强北。华强北大家都知道对吧？说到外贸，说到电子，那你就绕不开华强北。我在10几年前应该是08年或者09年，就那一阵子有个5、6年时间，我是经常去深圳，也经常去华强北。但我第一次到华强北的时候应该是08年前后吧，我被那个华强北震撼了。我记得那是什么赛格，好多那个大厦我进去之后我本来以为华强北那不就跟中关村一样吗？那是我第一次到华强北我想象中的华强北那就是中关村嘛。结果我去了之后，我去了赛格，还去了几个大楼，我就感觉到压抑。这种压抑不是说那个气氛不是说服务不好，而是因为里面的人的密度太大。我看他们的柜台只有1米，都那么小的柜台，然后挤满了人，每一层都这样，乌泱的都是人。反正我在里面转一圈，我就感觉压抑，太多的人，太火爆因为当时华强北的手机主要是那个山寨机就是 MTK 的板子是非智能机，那时候智能机还没有。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小老板都到那个华强北去找手机，更有甚者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的、国外的那些人都混在那个华强北那什么电子市场，非常热闹今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它是怎么说的？这个关税战下的华强北，文章开头说魔幻，说华强电子世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珠用这个词形容过去的几天：54%、104%、125%、145%。近日美方对华加征奇高关税，朝令夕改的关税政策也让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之一，华强北这条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街道，在如常的客流如之中，直面暗流涌动的变化，有些焦虑，却没有想象中的惊慌。在这场关税风暴中，对于华强北的商户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加固船舱或调转航向。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是在一次次挑战中不断升级的。深圳市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宇生表示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华强北的商城分工明确，1层、2层的商铺通常是零售终端产品，外国游客喜爱的华强北特产在这里销售，这里依然人头攒动，商户们拿着翻译器和来自国外的客户交谈。再往高层走，商铺通常进行电子元器件的批发，来自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客户在这里是常客。终端产品零售受到影响较小，但对于做的较大有出口业务的企业影响还是不小的。王成珠说对于电子元器件而言，王成珠发现由于供应链和下游客户主要在国内，商户们反映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对于他们的冲击是有限的。由于电子信息行业出口中较多采用 FOB 也就是离岸价等条款，进口环节关税一般由进口商承担，因此相关关税政策对于出口方的影响更多是表现在涨价之后对于订单的影响。观望是华强北商户目前普遍的态度，我们在观望，客户也在观望，谁也预料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深圳市恒达微卓越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康说他的公司做 LED 灯，不少下游客户是汽车和手机厂商。我有个客户，美国客户说订了一批货，我们已经谈了2个多月了。此前美国征收20%关税时，客户仍在犹豫。王明康告诉记者，但在昨天客户把订单取消了，加20%他的犹豫，你后面再加145%，他能不取消吗？在深圳从事科技创投业务的张辉，在华强北有项目公司，在他看来，风险与机遇并存，今年或许也是最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的窗口期。国内厂商甚至可以通过性价比抢占中低端市场，逐步向高端渗透。张辉认为，从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国产厂家必须下决心进行技术升级，加大
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 GPU、CPU、主板设计等的国产化率。同时，硬件厂商还需要联合软件厂商，优化国产硬件兼容性，吸引更多的企业用户和消费者选择使用国产硬件。和肖宇生一起做生意的朋友在越南设了厂，就在3年前，朋友还在为美国对越南加征46%的关税即将落地忧心忡忡。当地时间4月9日，美方宣布将对大多数国家暂停实施相关关税90天，但10%最低基准关税依然有效。这也令肖宇生确信暂时先观望风向是对的。美国关税政策朝令夕改，我们还是先观望，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国外订单取消了，还可以靠国内市场，这个又是一种说法啊。国内市场是个存量市场，理论上当然可以，对吧？国外不行，你搞国内，那实际上国内那就是竞争加剧嘛，蛋糕就那么大，说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我们没有感到悲观。肖宇生说啊，肖宇生没有悲观的底气来源于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说2018年彼时肖宇生的业务还完全依赖欧美市场。同年7月，美国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当时美国客户第一反应就是期望成本转嫁给我们，但我们确实承担不了，于是只能接受他们取消订单。肖宇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露出了苦笑。在冲击下，我们宣布破产了。那是2018年啊，特朗普第一次加关税，他们已经承受过一次了。2020年，肖宇生东山再起，成立了深圳市宇来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增加抗风险能力，他决定从零开始开拓国内市场，并积极开拓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现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我们业务的35%左右，国内市场是巨大的海洋。肖宇生说，王明康也有同感，他的工厂有一笔来自美国的订单被取消了，但他并不着急。几年前我们也遇到过特殊情况，国外的订单取消了，还可以靠国内市场，最终还是消化完了订单。这文章说啊，产业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王明康在深圳创业30多年，我是亲眼看着广东的电子信息行业一步一步做大。就拿华强北来说，这里产品种类全，配货快，效率高，这个模式不是搬到其他国家1-2天就能做起来的。为了抵抗外部风险，深圳泰盛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宏斌同样也早早做了准备。他的公司起初只做半导体产品的加工和制造。2018年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冲击后，他踏上了自主研发之路。现在我们产品有独特的优势，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上去了。在王成珠看来啊，华强北的商户们面对关税冲击的看起来比较淡定，原因有2个。他是一方面，商户们早就布局了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甚至还有印度来的商户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铺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产终端产品和品牌强势崛起，使得大部分商户的下游客户都是国内厂商，从而分散了风险。说华强北依旧欣欣然然。就在近日，林宏斌和几个电子信息行业的朋友一起组织了一场电影放映会。这部电影讲述过去20年间华强北的商户们在产业变革、电商浪潮冲击下几经迷茫又求先求变的故事。过去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一样。不同的是，如今我们有了更多突围的底气。林宏斌的电话几度响起，他又投入了和客户的洽谈之中。这个文章啊，就是主要是从一个角度啊去介绍华强北的这些电子行业啊相关的这个公司啊和老板。这个怎么说呢啊？咱们要考虑到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跟特朗普啊以及他这个小集团要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要进行对等还击啊，绝不姑息啊，绝不低头。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连我们的胡适啊，对吧，都要被拖住，限制卖出啊。也就是大家注意到，这是个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啊，关税战不可怕，对吧？我们还可以内销，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我们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美国只占我们的一小部分，停了也能怎么样？无非就是这种啊，有点那个叫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就是这种氛围啊，大家也能理解。实际上，中美这个贸易关系啊非常重要，对两国人民甚至对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否则不会受到这么大关注啊。如果真的是轻描淡写说没有你我一样很好，你没你都一样，哎，
对美国来说啊，你没你都一样，那特朗普何必三周五，对吧？又把这个电子产品这关税对等关税也取消，来来回回变。如果对大国来说，美国市场可有可无，那又何必这么在意美国的关税呢？所以说双方都知道啊，影响很大。关税战下的华强北，现在这些老板认为跟他们关系不大，或者暂时还没有烧到他们，有几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就是确实他们恐怕美国不是他们的单一客户，大部分公司啊，它的客户恐怕是全球的，中东、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也就是鸡蛋没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美国只是它一部分。那么如果这一部分少了，不至于它就黄，它就关门，就大部分公司都这样。第二个呢，因为他们做的不是终端的产品，他们只是这个产业链中的一环，他只是做元器件，每一家公司啊都只做中间的一个环节。你一个产品这个面向用户啊，中间有多少个环节啊？它只是中间一个环节，那么就是在终端这儿加145%的关税，或者加30%的关税，这整个的链条中每个人承担一点，到他那儿恐怕也不多，可以挤压的。当然了，如果他承受不了了，赔钱，那肯定就不做了。所以它毕竟不是，对吧，直接做终端产品的，它只是中间的一个供应链一环，传导到他这儿恐怕也要时间。所以华强北的这些电子商户啊，这些企业没有想象中的惊慌，只有淡淡的焦虑啊和忧愁。美国这个市场一旦关闭，对吧？这些华强北的这些电子商户啊，只会内卷加剧，大家卷的会越来越厉害。刚才我也说了啊，对中美两国来说啊，双方实际上都很重要，并不是这个最近这些文章所说的那种轻描淡写、可有可无，不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贝森特，他14号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个贝森特就像一个神经质一样。当然了，特朗普这个团队的人基本上都是神经质，颠来倒去，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这个当地时间14号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社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啊，说你是否认为中美之间会脱钩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贝森特回答啊，他说啊，中美之间不是非得脱钩，某个时刻是有可能达成一个大交易的。也就是说，中美之间不仅不会脱钩啊，说不定谈得好的话，还可能达成一个更大的交易。但是贝森特啊，他说不过啊，中国的情况和以往的贸易关系不同。什么不同呢？他说过去的贸易关系啊，指的是美国和日本呢，美国、韩国、美国、欧洲啊。他说过去那些大的贸易协议，比如80年代的广场协议、卢浮协议、里根时代的汽车协议，我们的主要经济对手其实是我们的军事盟友。也就是过去那一年代签的那大的协议啊，都是美国和他的盟友签的。那么现在他说中国啊，既是我们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同时也是我们最大的军事对手，跟过去的日本，对吧，欧洲不一样了，那是他们的盟友。盟友之间，这个贝森特说啊，因此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案，也就是他对中美这种贸易啊展望，如果双方谈得好的话，恐怕是一个大的交易，不同于以往的那种美国和日本签的什么广场协议等等啊。特朗普的政策啊，特朗普的说法实际上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实际上中美就要脱钩，我们是反对脱钩的啊。但是你看贝森特，你看现在又话又往回说，中美之间不是必须得脱钩。关于特朗普的这些做法啊，这个西班牙的国家报网站4月13日刊登题为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作者是安东科斯塔斯。大家也记住了啊，我们说文章啊，一定要看到它的大背景。那西班牙的这个首相啊，叫桑切斯吧，这不刚到大国访问嘛，跟大国之间签了很多协议，西班牙的猪肉，对吧，又要卖到大国，西班牙希望大国跟欧盟之间能达成一致，这个咱们节目也介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西班牙的国家报刊登一篇文章，说这个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他的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如金融秩序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告诉我们，当一个帝国开始意识到维持世界秩序的成本大于收益时，他最终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是选择与其他大国合作领导，还是选择霸权领导，迫使其他大国帮助他重振雄风。他说美国啊，真正面临显而易见的衰落，特朗普选择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霸权领导之路，他用来拧断贸易伙伴手臂的工具就是关税。这场关税大战会带来什么后果？它会使美国乃至
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吗？它会带来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吗？没有人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只会导致经济混乱。他说，随着事态的发展，有2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是他为何选择发动关税战，其背后经济理由，说如果有的话，那是什么？第二问题是这场贸易战可能对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产生什么影响？文章说鲁莽战略难获成功。特朗普选择利用关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似乎既荒唐又高高在上。但这一政策有政治先例可循。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曾利用关税将其势力扩张到南欧和东南欧。经济历史学家阿尔贝特·赫希曼著作说，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结构对国际贸易的这种政治用途做出了理论解释。经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收益对两国互惠互利。赫希曼提出这种收益实际上是不对称的，大国比小国收益更多，富国比穷国收益更多，工业国比农业国收益更多。根据他的分析，霸权国家利用了看似无害的贸易关系中潜在的一些因素和力量不平衡。当 A 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对 A 国重要性远大于美国的重要性时，不对称就会出现。这文章说他说特朗普正在做的那样，单方面反复无常的提高关税，然后要求各国不要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并通过延期进行谈判，就像刚刚延期90天那样，当中国除外。作为交换，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防御保护伞，以换取这些国家接受因新关税导致其出口价格上涨而遭受的损失。这一战略的结果是进口下降，出口上升，长期贸易逆差得到纠正，国内生产增加，创造工业就业机会，使得美元贬值，同时保持了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最终结果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说，如果这一关税战略确实存在，那么这是一个大胆而鲁莽的战略。美国必须在如此狭窄的道路内前进，以至于可能脱轨。这个文章又说他说特朗普的这种鲁莽战略可能会导致4个方面后果。第一个方面就是，首先是经济，说关税已经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但这种损害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他们说，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准备将经济推入痛苦期，甚至是衰退期。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没人能确定这样的阵痛战略会奏效。但考虑到特朗普的个性，他不会被其关税造成的混乱所阻止，如果有的话，也只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被民众所阻止，也就是明年也有可能，对吧？在中期选举上，特朗普非常不利。同时，混乱和信心丧失将使投资基金和别国难以继续购买美债，也使投资者难以做出在美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决定。这个我一直强调因为特朗普朝令夕改，这个资本实际上是不喜欢这种政策和环境的，资本是最喜欢稳定。这个也是我一直说的大国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这外资特别喜欢呢？因为他对外资那是非常稳定对民企都不好说家头动不动出来乱叫，还很微妙。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改革开放30-40年对外资那是一如既往的是呵护，从没有变过。那资本它就需要这种稳定的环境。除了经济损失，正如《纽约时报》颇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布鲁克斯所言，美国的灵魂、民主价值观和美国社会也遭到损害，这种损害还破坏了美国的信誉和信用。说第3个方面是国际经济秩序，这特朗普的关税可能会在这一领域对美国产生想不到的影响，各国可能不会按照特朗普的预期做出反应，屈从于他的奇思妙想。特朗普的保护主义非但不会削弱对手，反而会加速对手的技术进步，开发出深度求索 DeepSeek 在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就是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欧盟。美国的新重商主义可能不会导致国际贸易减少，只会导致其自身偏离国际贸易，并促成相关国家之间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大国现在是不是主动出击，先稳东盟，再稳欧盟？大国跟欧盟之间是不是在达成协议东盟现在正在去拜访，所以这个对特朗普来说非
非常不利。本来特朗普是坐在那儿非常傲慢的，在那儿漫天要价，然后等着你们这些人去美国谈判，老老实实过来臣服啊，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舔他的屁股。所以这么一比较啊，确实特朗普输了，但是结果还不怎么样，咱们还要观察啊。但是你至少从形势上看，特朗普是不是输了？但这个英国的记者问英国首相斯塔默说，特朗普说了，说你去舔这个特朗普的屁股，斯塔默很尴尬啊，只能说，哎，我们啊都是好朋友，历史上都是盟友，不要理会那些情绪化的这个说法。那他也只能这么解释，多尴尬呀。说第四个是国际政治和军事秩序及地缘政治，特朗普政府寻求以关税换取军事保护，但美国这一领域的信誉也受到削弱。他对乌克兰和北约防务暧昧态度，将使其他国家产生怀疑。欧盟正在准备自己的防务，哎，这个很显然了啊，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出尔反尔，这个有损美国国家信誉，这个就会让其他的美国的小弟啊，在抱紧美国大腿的同时，难免会产生别的想法。你美国哪一天如果像对待乌克兰一样的对待这些国家，谁受得了呢？所以这些国家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死心塌地的抱紧美国大腿，他也得考虑出路和退路，他得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特朗普要出卖他们怎么办？出卖已经发生了，不是一种可能。这个文章最后说啊，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特朗普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混乱将启动美国从霸权领导向更倾向于共同领导的过渡？是否会伴随着一个破坏性的间歇期？在经济学领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根据郝希曼的可能性主义和金德尔伯格的观点，我提出一个也许是乐观的答案。这文章的作者说啊，美国霸权时期出现的商业关系具有足够的惯性来继续向前发展。这个显然啊，他还比较乐观呢，也就是认为这个特朗普不会偏离得太远。但是无论如何啊，在静观时代发展的同时，我认为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将加速美国在经济、政治和道德上的衰落。关于这个美国经济衰落啊，这个是西班牙人这么认为，实际上美国人自己啊，他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个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他对媒体说啊，说美国正面临的情况比经济衰退更糟糕。达利欧说啊，我认为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决策关口，非常接近经济衰退，如果处理不当，我担心局面会比经济衰退更糟糕。啊，这就是特朗普的这个混乱的关税战啊，给世界带来的困惑啊，带来的影响，既有宏观的啊，也有微观的。微观的就是具体到一个电子市场，华强北；具体到浙江，对吧？这个宁波的什么慈溪啊，或者宁波下面那些镇呢，还有顺德，对吧？广东那些地方以出口加工、外贸为主的地区啊，他们的生存状态，最终啊，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最近美国啊，有一个民调问这个啊，支不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说接受调查的人呢，有80%几的是赞成制造业回流美国，他们希望。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啊，说问他们愿不愿意从事这个制造业，说有70%多的人是不愿意。所以这个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的一个现状，就是对制造业焦虑，他们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希望看到美国不是空心化啊，到处是机器轰鸣，什么东西都能生产。但是自己你让他去蹬缝纫机啊，你让他从事制造业，他不愿意，他也知道那玩意苦，是不是没苦硬吃啊？既要又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